宣告甲喜乐，咱们来用这条歌来宣告，来去透过耶稣来得到活命，佮要用单纯喜乐的心，亲像树林中的鹿仔，来迎接咱救主基督的降生。这时，咱就用这条歌来唱出咱的祈祷。我的心，我的心，切切地，无你。首先，咱为着家己来祈祷。到了年尾，咱教会为着圣诞节准备侪活动，甚至伫外口嘛有真侪商业化的庆祝。但是咱毋通袂记住，耶稣降生对咱上大的意义，就是要互咱心内有平安。三个只是来为着你家己来祈祷，求咱有信心的同在。会当来真正来享受到圣诞节的快乐甲稳定，来祈祷。主要听堂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为着咱，为着阮来道成肉体，降生伫这个世上。我嘛知影这是上大的恩典。阮着爱亲像鹿仔，羡慕溪水，羡慕你的安慰甲疼痛。也求你圣神甲阮同在，互阮有对你来的眼光，会当看到家己的欠缺需要，个好胆来到你的马槽的头前，实实在在体验着圣诞节的平安甲喜乐。祈祷是可抓出信主名来求，阿门。第二项来为着你身躯边的兄弟姊妹，耶稣教示咱，着听你的厝边亲像家己。咱教会有设立牧区小组，互咱会当有团契的生活，会当甲教会兄弟姊妹来有影诚做一家人。你若是知影身躯边有身体欠安、生活拄着困难的兄弟姊妹。请你来替因祈祷，特别今仔日免来做圣礼典甲洗礼，咱嘛来为着要受洗礼的会友来献上
祈祷，就互因甲上帝你嘅约，也嘛为即日开始有全新嘅画面来祈祷。 所祈祷你的听是永远的听，因为你是听我才有能力去听四周的人。我为着我的亲人、朋友、教会兄弟姊妹来献上虔诚的祈祷，特别是身体欠安、生活拄着困难的，我知我的祈祷是有气力的。你已经将这个权柄赏赐予我，按照你的旨意来行，互阮祈祷拢真做别人的祝福。 我也为今日要受洗的会友来祈祷，伊要伫正人甲你的头前来立约，宣告家己以后要对耶稣的脚步过基督徒的生活。求主你大大施恩，祝福这兄弟姊妹，阮感谢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第三，咱为着你所参与也是关心的教会事工来祈祷。 最近，咱教会就要来到50周年，咱教会嘛为着50周年的事工来兴起侪侪的动工，但是咱知，咱若是独独靠家己的气力是真有欠缺，咱就爱邀请主来三个地地，求伊的大权能亲自来做工，即时就邀请大家来为着你所参与也是关心。 大大细细的教会事工来祈祷。看到前瞻的上主啊，伫阮教会内底兴起侪侪的动工，拿来服侍你，服侍正兄弟姊妹，阮所在的学校、社区。 甚至是伫遥远的泰国，求你纪念阮几偌侪工，也愿阮的服侍合伫你的旨意，讨你的欢喜。你嘛爱伫新的一年，加替咱气力，互每一位同工跑走袂亚线，伫服侍当中来得到你的祝福甲喜乐。咱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最后，咱来为着今日的礼拜来祈祷。 求主伊的圣神，甲咱同在陪伴咱的心，互咱会当领受伊满满的恩典。也特别为着哈伯斯来祈祷，求主来授赐大大的智慧，开伊的喙，用真理来优持主的有权，用真理来见证主的作为，来祈祷。 爸上帝，阮满心感谢你，你互阮有健康的身体，有美好的教堂，阁有侪侪愿意做工、服侍兄弟姊妹，阮才会当来享受今日的礼拜。特别求你施恩祝福哈伯斯，稳固伊的喙，也有圣神的感动，会当好当来讲出你的真理，真做咱正兄弟姊妹的祝福。我今仔日的礼拜。 真做芳芳的祭，献伫你的宝座前，来祈祷，想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咱首先要歌，我的心要来切切羡慕你。我的心切切羡慕你，亲像落日暮溪水。 来敬拜你。
所爱我因无来见。我们来宣告你是我的快乐。 感谢阿罗你，因为你是我的快乐。我这时也是大家来起立，来用欢喜的诗歌来阿罗咱的主。 心啊，你着欢喜出声，阿罗耶和华，用真实敬虔的心心阿罗伊。天地一切拢在见证你的智慧大万能，咱打着阿罗敬拜来回应。哈利路亚，荣耀的君王，多谢上帝为爱来感谢。 创造万物都伊的真实，我的心啊，你着欢喜出声，阿罗耶和华，用真心敬虔的心心阿罗伊。天地一切拢在见证你的智慧大万能，咱打着阿罗敬拜来回应。我的心啊，我的心啊，你着欢喜出声，阿罗耶和华。 心心阿罗伊，天地一切拢在见证你的智慧大万能，咱打着阿罗敬拜来回应。哈利路亚，荣耀的君王，多谢上帝为爱来感谢。我灵阿罗你，全力敬拜你，你是创造万物都伊的。 哈利路亚，荣耀的君王，多谢上帝为爱来感谢。我灵阿罗你，全力敬拜你，你是创造万物都伊的真实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荣耀的君王，多谢上帝为爱来感谢。 创造万物都伊的真实，你是创造万物都伊的真实，你是创造万物都伊的真实。拍歌来唱，一切音乐都归给咱主，感谢。我一切敬拜，我是来献给咱的上帝。 我亲爱的天父，你是我的愿望，因为有你是我一生的活过。我亲爱的天父，你是我的愿望，因为有你是我一生的活过。我亲爱的天父。 你带我向前看，因为有你来看顾我。我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让我徛伫这，来受一受献给你的歌。我亲爱的天父，你是我的。
先来四首来学了咱的主。